不過呢棵係已經3000年嘅大樹，不過如果你想自己睇人更加叻嘅話，你就要記住以下呢8個有趣嘅心理現象。第一，當一個人表面睇落越係認真冇情緒，佢哋能夠心狠手辣嘅程度多數就會越高。第二，當一個人雙眼望住自己左邊，多數係諗起某啲嘅回憶；望住右邊嘅話，就係代表佢哋處理緊自己嘅想法，亦都即係可能諗緊點樣講大話。第三，當成班人一齊笑嘅時候，當中嘅成員雙眼好多時都會默默地望住一個佢哋自己認為最有趣嘅人。第四，一啲講嘢經常喺度掂自己下巴嘅人呢，多數係行為上比較小心謹慎嘅人。第五，一啲成日翹住手喺胸前嘅人呢，多數係一啲好多意見但係又非常之固執嘅人。第六，一啲眨眼眨得好快同埋好頻密嘅人呢，內心世界係非常之複雜同埋思想相對狹隘嘅。第七，一啲笑嘅時候會嘴角翹起嘅人，多數係一啲社交能力比較高、好受歡迎嘅人。Anyway， 不打唔係8點係7點啊，咁所以你想學習更多成功嘅人生小秘密嘅話，就記得撳我 bio 上面嗰條 link 去訂閱我哋免費嘅 newsletter 啦。